请问俗语伫咧讲马田看田底，娶某看娘嘞，啊娘嘞是什么意思？A. 聘礼 B. 新财 C. 阿母。绝对不是看阿母，你看阿母要创啥？对啊，你应该袂看阿母，看新财嘛不是啊，牛嘞，牛奶是啥？娶某看牛嘞，你应该是，我感觉不是，我感觉是 A 呢。无啊，你看马田、马田、看田，对，对，产娶某，啊，等下看卡称，看卡车嘛。我你这实在哦牛嘞，啊，你讲爱看卡车搞啥？卡车你干嘛看新财较赢？新财啊，因为聘礼我感觉较无可能啦，我是感觉看新财。无，阮你安怎？若是讲你要买田，买田你要安怎？爱钱啊，爱钱啊！啊，我娶某，我是要安怎？爱看聘礼啊，有够济，较会当娶阮的。对啊，查某王囝。家啊，王家，应该是安尼嘛。真有道理嘛哦。是有影哦。所以咧所以我感觉应该是 B 啦。 ，B 嘛对吧？我是 A 啦 A 啦。有答案吗？有答案啊。你的答案是？好，我的答案确定是 A 聘礼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聘礼对唔对？看田底是他的。哦。8,000牛来啊啦！嘿，来，来，当归你去啊，你去。队长上去啊，队长。无，直接讲袂使。直接讲好。 C。阿什么是 C？因为看阿母什么型，你就知道因查某囝什么型的。哦，哦。大哥，你结婚了吗？啊，我是国小老师，我有教过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阿母。好，阿母对唔对？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，来老师。好，咱即句是真好的俗语嘛，吼，啊嘛是咱一寡启示，就是讲，咱要买物件，拢有迄个原因，啊要得到一个好结果。啊，你若准讲想要有好年冬，还是要有好收成，所以你的田就爱有够肥底有够啊，啊是讲迄个田爱清气啊，啊不你种出来物件有毒，安尼就唔好嘛。啊，共款，咱囡仔自细汉对老母对是大人咧大汉。 迄个身教、言教，囡仔拢学伫眼内，所以伊的家教，也是讲伊的习惯，啥物拢伫内底，价值观拢伫内底。所以你一定爱等去看因阿母是毋是一个温顺、你有智慧的查某人，安尼以后你娶到这较会当起一个好家，这是一种代替。所以牛奶这两个词其实拢是查某人的意思。